大家好，我是家辉老师，今日要来讲一个初阶台语，来讲一下台语的语法。你好吗？台语会当讲你好无，也是你敢好拢会使，袂使用你好吗？安尼直接翻，因为这是诚大的错误语言咯。你吃饱了吗？你吃饱了没？台语爱讲你食饱未，也是讲你食饱，敢食饱，敢食饱。袂当讲你食饱吗？这嘛是错误台语语法咯。果子甲菜生命，第一个芭乐就是芭乐，第二个苹果就是苹果，也是另果。第三个香蕉就是香蕉，第四个橘子就是柑仔，第五个凤梨就是旺来，第六个梨子就是梨仔，第七个榴莲就是榴莲，第八个西瓜就是西瓜，第九个香瓜就是香瓜，第十个空心菜就是蕹菜，第11个丝瓜就是菜瓜，第12个花椰菜就是花菜，第13个白菜就是白菜，第14个香菇就是香菇，第15个番茄就是柑仔蜜，第16个毛豆就是毛豆，17个茄子就是茄仔，第18个皇帝豆就是皇帝豆。好，即摆要来讲色水安怎讲？白色就是白色，乌色就是黑色，蓝色就是蓝色，水色就是水蓝色，红色就是深蓝色，紫色就是紫色。为虾米紫色会叫紫色呢？因为茄仔的色水就是紫色，所以咱讲会讲紫色。红色就是红色，青色也是草仔色，就是绿色。肤色就是灰色，柑仔色就是橘色，黄色就是黄色。好，今日就讲到这，欢迎大家收听。